大家好，我係阿偉，今次介紹一個唔錯嘅盤菜，呢間係公司每年指定嘅盤菜，佢哋係有到會服務，可以根據客人嘅要求作出安排，台椅、服務人員等，十分周到。每年大家都好期待呢個大日子，唔單止有得玩，有得食，仲有大抽獎。講返個盤菜，南苑嘅盤菜用料非常豐富，有吉粉包、本灣明蝦、蠔皇炆冬菇、普寧豆醬枝竹、清甜蘿蔔等，樣樣都好啱食。由於食材太多到要先隔開面果層食材，先煮咗中下層嘅食咗先，之後先再煮最上果層，真係好誇張。我最中意枝竹、豬皮同蘿蔔，最易淋同最入味，而且煮唔散，口感又啱啱好，真心覺得正。加上天氣凍凍地，真係暖入心。跟住食返最上層嘅食材，魚蛋爽口彈牙，蠔豉嘅鹹香味突出，冬菇入味又夠腍，食到呢度已經覺得飽。最後係食期待已久嘅鮑魚，鮑魚夠入味而且肉質富彈性，為呢個美好嘅盤菜作結。喜歡呢個 post 請 like 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